运赛果率来拍运哦，会伫8月28到9月7来举行。这届拍运，咱台湾计共是有13个运动员参加7项的比赛哦。今仔解拍新闻，咱就要请苏眉带咱来实赛拍运，嘛来为咱台湾的选手加油。是主播，这巴黎奥运是已经结束2礼拜啊，咱台湾的代表队是摕到2块金牌、5块铜牌好成绩。所以咱来继续为明仔载起过的拍运的选手来加油。这拍运是为了这身心障碍者举办的上届大型的体育比赛。第一届是伫咧1960年的时阵，伫咧意大利举办的。其实伊的起源是一个俱乐部，是专门提供在二战时期受伤的官兵也有民众复健治疗。后来就这医生为半岁的患者举办轮椅运动员比赛，渐渐演变做即阵的拍运。即卖拍运甲奥运同款，拢是4年一届，大概会是伫咧奥运结束的2礼拜后，由共一个主办国共一搭举办。这回巴黎拍运，咱优秀的台湾代表队计共是有13位选手，带大家来看特别受瞩目的国手。头一位是陈碧安，今年才打17岁尔。不过，伊伫咧这国际比赛是已经有真好的成绩，伊是咱这回代表队上届少年的选手。伊伫咧2022年杭州亚拍运，就摕到男子单打金牌。也若是这第2位刘雅婷选手，已经是第4届代表台湾参加拍运。伫咧这杭州亚拍运女子标枪的项目，冇铜牌好成绩。这回就由这前辈刘雅婷，也佮有小将陈碧安做咱台湾的将旗官。另外，若讲到摕金牌热门组合，就一定要讲到林姿瑜甲陈晓雯这2位乒乓选手。因伫咧杭州亚拍运是摕到女双的银牌，伫咧单打项目是金牌、银牌总保，这回表现就真使人期待。因为上尾啊，就爱请咱的观众朋友继续支持咱的资深国手65岁反击警老将詹良辉。伊是帮为着咱台湾摕到2008年北京拍运，也有2012年伦敦拍运2届的铜牌荣誉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解拍新闻，请观众朋友对明仔载开始为咱13位拍运国手加油。咱甲镜头交转去主播。